大家好，我係灰仔。呢兩日睇完側田喺 TVB 嗰套唱錢入邊嘅表演呢，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同我一樣，個心真係肯住肯住，但係又有一種講唔出嚟嘅痛快。你見到佢挑戰嗰首林子祥嘅數字人生簡直係變態級數嗰種節奏感同埋真假音嘅切換呢，直頭好似一部精準到極點嘅機械人咁。但係最令我起雞皮嘅唔係佢攞到嗰30,000蚊嘅獎金，而係佢嗰種好似要攞咗條命出嚟唱嘅氣勢。呢個男人呢，當年係俾人寫到要敗走北京，俾人笑咗20年冇頭髮。今日佢企翻喺度，用實力話俾全世界聽，喂，我仲喺度。但係當年搞我嗰班人呢，已經走晒。大家仲記唔記得20年前嘅側田嗰陣時佢真係天之驕子一出道就紅到發紫KFC 嗰個2180000外賣熱線廣告邊個唔識唱嗰陣時佢戴住頂帽，成份才子樣，啲歌好似命硬好人男人 KTV， 邊一首唔係唱到街知巷聞但係喺香港呢個娛樂圈，如果你太紅或者你個人太真，就總會有人想搞你。側田嗰陣時佢最致命嘅弱點呢，竟然係佢頂帽下邊嗰個 M 字架。講到搞佢啦，2006年簡直係側田人生中最黑暗嘅一年。當時一週刊旗下幾間雜誌呢，直頭係對佢進行緊一種人格暗殺。最離譜係便利雜誌班記者竟然顛到去側田屋企門口執垃圾。佢哋唔止偷影佢同女歌手林源喺屋企出入，仲喺垃圾入邊揾到用過嘅避孕套同紙巾，拎去化驗話有淋病毒。喂，你諗下呢種已經唔係報新聞，呢種係將一個男人嘅尊嚴踩喺腳底，再同啲垃圾一齊掉喺條街度俾全香港人笑。當時佢老闆黃柏高Paco嬲到要開記者會高度譴責，但係傷害已經造成咗。但係原來執垃圾都仲未夠同集團嘅一週刊仲出咗一招更陰濕嘅。佢哋知道側田無論去到邊都係戴帽，根本影唔到佢脫髮個樣。於是佢竟然不擇手段攞到側田張回鄉證相，即係嗰張證件相，佢哋將嗰張相放喺封面，仲要特登放大佢個頭像，公開處決佢嗰個 M 字頭同地中海。咁一個音樂人竟然要面對傳媒全方位冇底線嘅私隱入侵。咁你諗下啦，側田當時每日返工唔係諗住點寫 melody， 而係諗住點樣保護自己個頭，唔好俾狗仔隊影到。呢種長期嘅心理霸凌真係會將一個人逼到癲。跟住去到2009年9月23號凌晨嗰單街頭動武事件側田同曹格兩個本來係好兄弟。嗰晚佢哋兩個人原本喺中環安蘭街一間叫 Meet 嘅酒吧飲嘢消遣。根據當年嘅報道同埋曹格事後嘅解釋，其實佢哋兩個人嗰陣已經係好朋友嚟噶啦。曹格直頭當正側田係親兄弟咁。件事嘅導火線係咁當時酒吧入邊有其他人喺度，側田覺得嗰班人對側田唔夠尊重，甚至喺度抽側田水，或者係笑緊佢。曹格覺得要為好兄弟出頭，點知飲咗酒之後人嘅情緒真係好難控制。曹格本來係想保護側田，但可能因為側田覺得唔需要啦，或者兩個人嘅溝通過程中產生咗誤會，結果火星撞地球。喺架的士入邊就開始火氣，最後喺中環條街度落車打埋一份。所以呢場交唔係因為咩深仇大恨，純粹係因為曹格覺得自己要撐兄弟，但喺酒精影響下完全斷咗片，由互友變成損友。曹格後來喺記者會度都承認自己係因為飲咗酒控制唔到情緒，先至會做出咁傷害兄弟嘅事。最冤枉嘅係側田，佢由頭到尾都係處於一個挨打或者避嘅狀態，點知最傷嘅反而係佢跌低咗頂帽，仲要俾傳媒
影晒佢個樣出嚟，即係呢場交真係打得最唔抵啊！飲醉酒喺中環打交，當時全港媒體直頭好似執到寶咁，瘋狂重播嗰條片段啦。最令側田受傷嘅唔係打輸咗，而係打交嗰陣呢，佢頂帽跌咗落嚟，咁嗰啲狗仔隊好似餓狼咁捕捉嗰個畫面。嗰次之後呢，佢嘅形象跌到谷底。咁大家仲記唔記得曹家當年嗰場記者會佢一出場就一面潮水，黑衫黑褲，成個人好似失咗魂咁。佢喺鏡頭面前足足做咗90度好深嘅鞠躬，鞠咗成半分鐘咁滯。佢話側田由頭到尾都冇還過手，所以呢單嘢唔係打交，係我單方面失控。佢直頭係將所有責任攬晒上身，話自己唔係人，甚至講到喊晒，幾度斷片講唔出嘢。呢種自殘式嘅道歉呢，其實反映咗佢內心真係好內疚，因為佢自己知道親手傷害咗一個當佢親兄弟嘅人。但係最估唔到嘅係件事爆咗第二日呢，側田就主動同媒體講我哋已經通過電話冰釋前嫌咗啦。側田仲講咗句好型嘅話，我係佢哋仔女嘅契爺，我哋永遠都係好兄弟好似親兄弟都會嘈下交咁啦。咁你諗下，一個人啱啱先喺條街度俾人推咗落地，仲俾人用路牌車頂帽都跌咗落嚟，俾全香港人笑。佢轉個頭竟然係第一時間企出嚟幫兄弟補飛，呢種咁嘅寬容真係唔係人人做到。佢唔止係命硬係佢個心都仲好闊。大家開始唔再討論佢啲歌，只係笑佢甩帽側田，笑佢同曹格點樣喺條街度互毆。後來佢仲講咗一句話，就話北京一個三線歌手都好過香港。結果就係呢句嘢又俾人抽稱到體無完膚，話佢反骨唔愛香港。最後佢真係心灰意冷移居北京發展。講到側田當年離家出走就一定要提嗰句搞到佢俾人鬧到狗血淋頭嘅金句喺2011年嗰陣側田突然宣布要離開香港，搬去北京發展啦。嗰場佢喺嗰場宣布咗要走嘅訪問入邊佢心灰意冷到講咗句，喂，喺北京做一個三線歌手生活都好過喺香港做一線。呢句話一出真係全香港人洗晒版。當時班傳媒同網民邊度會理你背後受咗幾多冤枉嘅委屈啦？佢哋只會覺得，喂，你側田你係香港人捧紅嘅，你而家紅咗啦，就嫌棄香港，話內地三線好過香港一線。呢啲唔係反骨係咩？結果呢句嘢就變咗傳媒手上另一把利劍，日日插佢唔愛香港嫌錢聲，將佢塑造成一個自大又忘本嘅負心漢。佢喺北京住咗幾年之後，發現自己最愛嘅始終仲係香港呢個舞台，所以大約2013年、2014年左右，佢就已經搬返嚟香港，仲喺紅館開咗幾場好震撼嘅演唱會，話俾大家聽正式回歸。不過如果你問佢呢幾年去咗邊，除咗北京之外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泰國。呢幾年疫情期間其實側田都過咗一段好長嘅隱世生活。佢搬咗去泰國曼谷同布吉住咗2-3年，嗰段時間佢直頭係進入咗一個自我修復嘅狀態。佢喺嗰邊過得好低調，每日都係做運動、寫歌、感受生活。佢自己都講過，泰國嗰段生活令佢揾翻音樂嘅初心，亦都令佢徹底放低咗當年傳媒逼佢嘅壓力。側田去咗北京，去咗泰國，佢對感情生活就變得極之保護。除咗曾經公開過一位韓籍嘅女朋友之外，佢基本上係將私隱2個字睇得重過一切。佢明白到喺香港呢個娛樂圈，如果你俾傳媒知道你愛緊邊個佢哋就會用嗰個人嚟做武器去傷害你。但係轉眼間咗20年啦，20年嘅過去，你睇下依家嘅側田，佢喺唱錢入邊唱命硬。佢話呢首歌係佢入行前寫嘅，入邊充滿咗火。佢仲立下退休宣言，話如果唱唔好呢首代表作佢真係退休啦。結果佢唱到全面通紅青筋盡露，嗰種肉緊到真係由心發出嚟。AI 評判都話佢聽過最特別嘅版本。呢種實力係任由你哋班媒體點樣抹黑都抹殺唔到。最震撼嘅一幕就係喺側田喺之前嘅演唱會
尾場講嗰句就話20年前搞我嘅人，依家都走晒，你明啦。咁呢句聽落好似輕描淡寫，但係背後嗰種辛酸同埋滄桑，你真係只有當事人先知。佢口中嗰班搞佢嘅人係知係邊個，大家心照啦。當年嗰班日日抱住佢想寫死佢嘅，想揭佢底牌嘅狗仔隊啊，嗰班呢就好似係蘋果啦、便利同福州咁樣以羞辱人為樂嘅媒體，依家好多已經消息匿跡，甚至連間報館都冇埋。但係側田呢，佢仲喺度唱緊，仲係唱得咁好聽。呢單嘢呢，就話俾我哋香港人知，最大嘅反思就係咩叫真實力。當年啊，側田因為外貌、因為性格、因為一時衝動，俾整個社會霸凌。但佢冇消失到，佢選擇咗自己嘅缺點共存，甚至依家可以大方咁喺節目度玩，完全唔再介意人哋點樣睇佢。相反，當年嗰班揸住筆桿呢，以為自己可以主宰藝人生死嘅人，最後反而俾時代淘汰咗。依家2026年啦，係一個 AI 都可以唱歌唱到好似真嘅一樣年代，但係點解側田一出嚟，大家仲會咁感動？因為 AI 永遠模仿唔到嗰種命硬嘅感覺。咁啊，側田嘅歌聲入邊呢，有佢20年嘅受過嘅冤屈，有佢對音樂嘅堅持，仲有佢對呢個城市嗰種又愛又恨嘅感情。咁網民啊喺 Fat 啊 YouTube 都洗版話，樂壇啊欠啊側田一個交代。其實唔係樂壇欠佢，係當年嗰個病態嘅娛樂圈環境欠佢。所以呢，阿側田呢次生存者宣言啊，其實係送俾我哋每一位香港人嘅一份禮物。無論你生活得幾辛苦，無論人哋係點樣睇你，點樣搞你，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肯命硬捱落去，最後贏嗰個一定係你。因為搞你嗰個人呢，終會老去，會消失，但係你留低嘅作品同你嘅實力都會一直喺度。阿側田，多謝你冇放棄，多謝你仲肯翻嚟唱俾我哋聽。見到你依家可以咁享受舞台，可以咁自信咁面對觀眾，我哋呢班聽住你歌大嘅人啊，真心為你感到高興啊！呢個世界可能唔完美，但係實力咧永遠係你最好嘅防彈衣啊！咁好啦，今日咧我就講到呢度，我係灰仔，下集再見，拜拜。